来看推出台语的李江桥台语文教基金会举办有影讲台语，佮有百字写台文，鼓励少年辈用台语来创作，是声袂少人来参加哦。作品嘛拢真精彩，咱做伙来欣赏。阿姨好，请问这是啥物菜？这个龙须菜。哦，龙须菜，安尼咧台语干嘛做连秋菜？啊，就做龙，伊这叫龟仔鸡，台语叫龟仔鸡。今天个，今天啊。 伫高雄的学路市场，学生囡仔洗菜市啊，买菜买鱼，拢甲头家讲台语。长期推广台语的李江桥台语文教基金会举办2024有影讲台语的影片评选，得到第1名的是今年15岁高中生谢一杰。头一届家己伫菜市买菜，用自在的台语互动，影片嘛得到评审的肯定。学校其实较少像我这种年纪的人会用台语来开讲，所以我感觉安尼是一个最好的活动。 就是甲台语带入来生活当中，莫干那是课本。这届参赛影片的长度限制伫1分钟内，基金会当总选出前3名含3个大作。另外，基金会原来有办正台的100字写台文评选，鼓励少年辈用100字来写台语文，计共是选出16个得奖名单。基金会表示，这是头一届用这么短的影片甲文章来办评选，事实上，要伫这么短的片头种出有台语气的作品，原来是一项挑战。 字数少，其实嘛是一个挑战啦。毋过当初想法就是希望讲，就是短的物件，短物件要伫网络流传嘛，大家较会看。希望就是互更较侪人来对台语也是台文要怎写安怎写有台语气会即个物件会当更较来探讨安尼啦。 基金会表示，100字写台文的得奖文章有按总的刊伫因所发行的台文网部内底。目前影片和文章评选这2项活动的得奖名单已经公布伫因的官方网站。基金会嘛会伫8月31日举办颁奖典礼，希望台语会当一代拖一代，花开满山坪。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